种菜问种菜题与对策。一、解决瓜牛吃南瓜幼苗的问题。用雨伞型蚊帐盖幼苗。二、解决干旱或无法及时浇水的问题。用宝特瓶装水，进瓶底处钻几个小孔，埋在幼苗旁边，定期观察水量，及时补充水分。三、解决或控制南瓜或丝瓜、苦瓜、番茄、百香果藤蔓生长方向的问题。用木棍或旧塑胶水管2根，埋入土中，相距1-2公尺，上面横放1根水管，然后绑绳子垂下，连接果菜植物茎叶。南瓜藤蔓可在地上成长，可加土余长出根处，但是可拉成同心圆形状。新营开元路桥附近有农艺用品果菜幼苗店家，例如生活主张。